嗨嗨嗨嗨，關人婷啊！大家知唔知道今日係農曆7月15傳統嘅中元節啊？亦都係我哋民間俗稱嘅鬼節，喺佛教入邊就稱為盂蘭盆節。呢個節日融合咗古代嘅農耕祭祀、道教同佛教嘅文化。其實中元節嘅核心精神係敬祖盡孝、慎終追遠、行善布施、祈福赦罪。等我同大家講下鬼節有啲乜嘢要注意啦。農曆7月15又稱中元節，拜祭祖先、超度亡魂、地官赦罪之日。7月初1鬼門關開，民間習俗都認為7月係鬼月，夜晚野外陰氣重。中元節嘅前後仲勁啊，尤其係7月14嘅夜晚。7月冤魂厲鬼遊蕩，夜晚野外嘅陰氣喺7月初已經開始，閻王就會下令大開地獄之門，令到終年受苦受難、禁錮喺地獄嘅冤魂厲鬼走出地獄，佢哋可以短期遊蕩，享受人間血食，一直喺7月29號先至關上鬼門。好多人都認為呢個月係唔吉利嘅月份，唔可以嫁娶，唔可以搬屋。為咗令到陰陽兩界人鬼平安，所以一向都有7月嘅普渡習俗。民間喺7月鬼月嘅第1、2日、第15日同埋最後嗰日進行拜祭，望眾生早日脫離地獄之苦，唔好再騷擾人間。為咗嗰啲鬼魂舉辦超度法會，一方面可以令到佢早日脫離地獄之苦，另一方面希望佢哋唔好再騷擾人間。所以除咗每年嘅7月可以普渡之外，仲有人會喺路旁燒街衣、講劫冥福。鬼月4日，7月嘅第1日，即係7月初私宅開地門嘅日子。呢一日鬼門初開，好多鬼會嚟到凡間，就當佢哋放暑假。有大祭，亦都有細祭。大祭就係放好多豐富嘅菜，而小祭就係簡單買啲水果。唔理做啲乜，都係想表達一份敬意。而鬼月嘅第2日，即係7月初2，公共場所開地門嘅日子，即係做生意嘅人都會喺嗰日做拜祭噶。咁樣會令到每個月都平安度過，唔會有啲乜嘢靈異事件發生。鬼月嘅第15日，即係7月15，今日嘅中元節，民間普遍會祭祀鬼魂。如果有新喪嘅人，要上新墳。另外可以喺地上拜祭啲遊魂野鬼，所以中元節亦都係以祭鬼為中心節目，民間最大嘅祭祀節日之一，亦都係鬼門大開嘅日子。喺當晚最好唔好出夜街，一入夜去到清晨同深夜，鬼魂係會聚集，陰氣最旺盛。同樣道理，喺第2日，即係7月16號，公共場所拜祭。鬼月嘅最後1日，即係8月初1之前嗰一日，叫做關地門。呢一日係眾鬼放完暑假要返地獄嘅日子。如果你揀呢一日做祭祀，就係為咗剩落嚟嘅日子保平安。農曆7月嘅禁忌，鬼月嘅禁忌都有好多噶。7月15嘅夜晚，陰氣好重，盡量都唔好出門。如果真係要出門口嘅話，盡量避免帶紅繩、啲啷啷同風鈴之類嘅物體。而生理期嘅女仔本身陰氣已經好重，最好避免做祭祀或者敬祖先。外出最好佩戴一啲辟邪吉祥物，因為講咗好多次，嗰日嘅陰氣好重。當日做完嘢就最好快快咁樣返屋企，唔好去啲荒山野嶺嗰度流連啊！如果唔係，可能會見到百鬼夜行嘅奇觀。喺鬼節嘅嗰幾日，食飯嘅時候都唔好將2個筷子插喺飯嘅中央，咁樣就好似插啲香喺香爐咁，好唔吉利噶。咁樣仲會招惹啲鬼魂嚟分享你嘅食物。聽到有人叫你，千祈唔好回頭啊！尤其是行啲冇人嘅地方，更加要留意，以免霉氣纏身。記得唔好游水、潛水啊！千祈唔好去啲危險嘅水域嬉水啊！
聽都聽得多啦，水鬼好鍾意揾替死鬼㗎。佢揾到替死鬼就可以投胎。喺7月千祈唔好亂咁拍人膊頭啊！喺靈學嘅角度嚟睇，人有3把火，一把喺頭上，2把喺膊頭，所以千祈唔好亂咁拍人膊頭同埋肩頸啊！費事拍到佢身上嘅火，令到啲好兄弟好易上佢身。仲有瞓到半夜，如果要起身嘅話，又咁唔好彩見到啲唔乾淨嘅嘢，千祈唔好驚啊！扮作鎮定，然後就入房瞓覺。見到路邊嗰啲衣紙，千祈唔好踩到佢啊！呢啲係俾鬼魂嘅錢嚟㗎，你踩到佢，即係唔尊重佢，一陣間激嬲咗佢，佢就隨時會跟你返屋企㗎喇。仲有記得唔好執路邊嗰啲硬幣啊！嗰啲有可能係人哋唔要嘅嘢，係啲霉氣嚟㗎。如果夜晚失眠，千祈唔好去睇鐘啊！如果突然間見到嗰個針唔喐，有可能正係嗰啲好兄弟出現喺你身邊啊！中元節當日千祈唔好捱夜，人去到嗰啲時候係最虛弱，而鬼氣最旺嘅時候就喺深夜，最容易入親你嘅身體。仲有記得唔好坐尾班車啊！尾班車人氣較少，通常係俾啲遊魂野鬼嘅專車。如果你唔想同啲好兄弟一齊坐嘅話，就早啲返屋企啦。仲有，記得夜晚唔好隨便許願。如果俾佢哋聽到，如果你願望又實現咗，唔知會帶嚟啲乜嘢嘅後果。如果大家要去燒街衣，咁就記得要係入黑之後，帶備香燭、金銀衣紙同埋祭品，例如豆腐同埋白飯。白飯記得攤凍同加啲水啊！燒街衣嘅目的，俾啲遊魂野鬼有衣物御寒，同埋有啲食物俾佢哋食下。雖然而家嘅年青人已經百無禁忌，但係老一輩嘅都想流傳呢啲傳統嘅文化習俗。我都好希望呢啲中國嘅傳統文化會繼續傳承落去。大家記得點讚。